嗱，好多謝我老婆啊，帶咗一個咁得意嘅小朋友喺我生命裏邊。嗱，我老婆生完 BB 之後咧，成日同我投訴個肚啊出現咗好多嘅乾紋，比以前係粗糙咗啦，冇咁有光澤啦，摸上去有時仲粉粉地添。其實孕期嘅期間咧，都一直已經好努力去搽油噶啦，但係研究發現咧，孕期因為皮膚係大幅度咁樣拉伸，再加上咧皮膚嘅水分啊、膠原蛋白流失非常之嚴重，所以皮膚嘅屏障咪變差咯，粗糙感啊、乾紋啊、鬆弛啊，自然都上升咗。嗱，我哋做咗30幾年美容產品啦，我真係好想去搞清楚，究竟乜嘢技術先至可以幫助到呢類型嘅媽咪呢？嗱，研究團隊係發現咧，呢啲嘅乾紋一定要盡早處理。如果好似變到白白地，好似疤痕咁樣咧，就好難逆轉噶啦。所以我哋要拆開一步一步咁樣去做啦。我哋發現咗紅光咧可以改善皮膚嘅表面啦，去改善嗰個粗糙感同埋提升細膩度。但係淨做表面係唔夠嘅，所以我哋必須加入咧光譜裏邊可以穿透到真皮層嘅牛奶光，去改善嗰個彈性啦、鬆弛感，增加膠原蛋白，再配合住 FIR， 佢提供溫和嘅熱能，同埋可以提升 NAD 加，幫助成個環境去修復嘅，同時提升細胞嘅活性。嗱，呢3種嘅組合光啊，必須係由表層到深層，層層咁滲透，先至可以真正幫助到修復噶。最後我哋終於成功咗啊！第三方嘅認證機構咧話，1小時就可以增加62% 膠原蛋白，同埋382% 嘅 NAD 加。光拉提咧係我為我老婆研發嘅產品嚟嘅，我想將呢份嘅心意咧俾更多嘅媽媽。母親節咧，我哋會做1個星期嘅限時優惠嘅，喺度我祝所有嘅母親節快樂。